时串流，名啊，安尼吼，好，袂要紧，好。咱复习一下吼，我嘛袂记顶回讲到倒位，但是咱看就知吼。苦赢看事势毋妥当，就闪对别间的拿公顶，用面罩皮做盾牌，手夹一支笔仔尾，尖尖的枪仔，笔仔尾就是笔仔尾，笔仔尾，尖尖的枪仔，尖尖的枪吼。也一支笔仔尾创啥呢？长弹插入来吼，长弹就是长弹的华语要安怎翻我就袂晓吼。你当然你伺机而动吼，就是长弹吼，就对顶面砸落来吼，对顶头插落来吼。果然斩倒一个吼，这顶位拢有读过吼。果然斩倒一个，甲一个斩倒伫涂骹吼，因就拖出去吼，因应该是讲插啦吼，就甲伊拖出去。按算插会失当，本来是拍算讲安尼插会失当吼，退水转去，因为退水是退兵啦吼，退兵啦吼。无拍算搁较凶，规阵箭入来，开枪开枪拍上去。好，顶回敢是读到遮啦吼，不幸面皮暗无肉，这嘛有读过，骹头有着枪吼。我想着顶回甲这段读了吼，就练落来吼，就是本来讲认为讲安尼，我拄则这个动作甲这个插斩倒去啊，应该因会退兵退水吼，转去，结果无拍算吼，无拍算，没想到吼，不料吼，无拍算，搁较凶吼，插变甲搁较凶，规阵箭入来吼，箭顶回有读过这个意思吼。那敢若是三箭入来吼，开枪拍上去吼，用枪拍上去吼，就是这个苦赢伫楼公顶嘛吼，甲枪点到大家插对这个楼顶去哩吼。不幸面皮暗无肉，佫会记头前讲伊用面罩皮做盾牌，盾牌就盾牌吼。结果面罩皮暗无肉吼。就是防守都不好，叫暗无肉吼。骹头捂着枪吼，骹头捂着叫枪插着吼。这个枪毋是即马这个枪支的这枪吼，是古早一支若尖尖的笔仔尾迄个枪吼。骹头去着枪吼，就练落来吼。这个苦赢就对老公顶练落来吼，插。真受气哦，拄则一个插叫抬死，叫伊抬死嘛吼，就真受气，就对胸坎甲头壳，佮甲伊斩两个吼。拄则骹头甲插着啊嘛吼，对胸坎甲头壳吼，这两个拢要害嘛吼，甲伊斩两个胸坎头壳，斩两个，即时无命吼，所以安尼这个苦赢吼。苦赢伫这本小说就出现这段咧吼，这个名伫遮出现这段，哇，头前有一段苦赢吼，志勤的节吼，介绍讲是志勤的阿节吼，就伫遐就安尼就领便当啊吼。好啊，可笑哦，咱对遮开始看起吼，摩根欢迎吼，好，咱来读吼。我看觅吼，爸比，咱大家顶个人我甲你啦吼，所以我这段我带你读一遍啦吼，拄则咱读过我读过这段，我带你读一遍吼，互你
莫绕高去吼。好，来我读一句，你读一句吼。苦赢看事势毋妥当，苦赢看事势毋妥当，就相对别间的拿讲顶，就相对别间的拿讲顶，用面照批做盾牌，用面照批做盾牌，对。盾牌，对，盾牌，盾是本来是藤蔓迄个藤吼，其实是藤牌吼，就是古早的盾牌毋是用铁做啦，铁太重的吼，古早的盾牌是用藤去做吼，所以叫做盾牌吼。当然有差做啦，但是藤是较轻啦，原来较成工啦，做盾牌是比做盾牌做即个茶牌较好做吼。好，手举一支笔仔尾，手举一支笔仔尾，尖尖的枪仔，尖尖的枪仔，长弹插入来，长弹插入来，就对顶面砸落来，就对顶面砸落来，果然站倒一个，果然站倒一个，因就拖出去，因就拖出去，按算插的失胆，按算插的失胆。读到遮你有啥物词毋知影意思？失胆知影意思无？拢知吼，失胆吼，失胆，退水转去，就是叫是因会行，对，过来，退水转去，退水就退水吼，但是是退兵的意思吼。无拍算搁较凶，无拍算搁较凶，规阵箭入来，规阵箭入来，开枪拍上去，开枪拍上去，不幸面皮暗无肉，不幸面皮红无肉，骹头捂着枪。骹头捂着枪。反正我读做捂啊吼，骹头捂啦，伊是读第一声啦吼，骹头捂，膝盖，骹头捂着枪。对，就冷落来，就冷落来，歹势，就冷落来，应该安尼读才对，就冷落来，就冷落来，后壁有轻声吼，插真受气，插真受气，就对胸坎甲头壳，搁加伊赞两个，就对胸坎甲头壳搁甲伊赞两个才对，赞两个。即时，安会发成闭口音。即时无命，一时无命，好，来继续看吼。可惜，即拢知影意思吼。看的人拢讲，看的人拢咧讲吼，讲啥物呢？怎样毋走去外庄？怎样毋走去外庄来喝救人是较对吼？即马后炮啦吼，就是事后就安尼讲。你为啥物家己拍惨吼？怎样就是怎样吼？怎样吼？即马
人惯是讲怎样吼，这无共口口啦，第口口差。怎样毋走去外庄吼，来化救人是较对吼。伫台语即种故事法，啥物是较对吼？这原来是我伫巴克利班圣经才学到的吼，啥物是较对吼？爸比老较正老咧你呢，怎你教他一下？用文言无方便起来。OK 好。用文无方便就好，不要紧。好。不要紧吼。好来，这段应该无啥物问题啦吼，拢看有啦吼。好，咱来读一遍吼。啊，可笑。嘿。我是全章变调吼，第二声拢会唱悬去吼，所以你听阮全章腔呢，敢若你看即个布袋戏吼，布袋戏毋是即个金光戏啦，南部金光戏其实是足粗俗的啦，在我看是足粗的吼。即个小西园即种戏吼，文戏吼，足文雅的吼。啊，你若听因讲的，就是阮即种腔口吼，所以我拢感觉足骄傲的，但是阮讲话迄个腔口是足文雅的吼。好 ，OK， 可笑吼，阮会安尼讲吼。得得，阮会安尼讲，人生得得吼，阮会安尼讲。好，看的人拢讲。怎样毋走去外庄？嘿，来化救人是较对吼。拄则有讲啦吼，即个故事法吼，构句法啦吼。台语会安尼讲啊，啥物是较对，就是应该要这样做才对吼。即个华语这种较弱势的讲法，台语是其实当然是有诶是文言的影响啦，就是文言的文字书写法的影响吼。安尼啥物是较对安尼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吼，后一段。三个册仔表示这故事应该是另外一段吼，另外一个起头，咱搁开始看吼。我先甲这段先看一遍吼，你等下再对我念吼。迄时厝得倒吼，意思是厝等于好等于烧嘛吼。所以故事嘛是搁停伫遮啦吼。志勤一寡令人藏伫德光空吼，志勤的一寡啥物物件，令人吼，即个钱啦吼，令人吼，拢银，啊，过来藏伫德光空吼，较早钱拢用德光啊，落伫德光啊内底吼，德光空，为啥物叫做空，我就无解清楚吼，德光空吼。有可能是较早，比如讲伊诶厝。壁有时用德光去做吼，啊有诶就甲直接甲小抬一空啊安尼吼，嘿对啊，啊不是洞吼，嘿，其实是它不会一个小洞，是一旁尔，一个小缝，一旁尔啊，所以钱就藏起来对啊，吼 ，OK， 遐个。等下吼，遐个手环吼，手环吼，遐个手环吼，环毋通叫华语带去吼，环敢若即个音尔，环对，环境吼，啥物较早讲为着环境，啥物袂当来啥物吼，安尼唱吼，毋通环境吼，迄是，嘿对，爱安尼唱吼，咱来查一下字典吼。确定讲，阿悬无黑白讲啦吼。我可能爸比你还袂听着，我已经买一只新电脑，但是爱1个钟差不多才会到安尼，所以
搁恁来一站嘛吼，隔两个礼拜。我知啊，我安尼啊，做的时阵，我安尼吼。追踪，我就讲啊，反正几班有顺利无？诶。啥物代志无？有本有甲我汇报。甲我报告。等下吼，我发现即个手环的环嘛会当读迄个文音，会当读环啊吼。但是环境的环呢，我的环境的环是安怎写？啊？我迄个环境的环，我原本拢读唔着，但是旧年对，应该是就是嘛是有一位CH 朋友甲我教的。啊哈哈。大理大书店。即个共一个款号，我煞袂记呢。对啊。共一个款就对啦吼。哇，所以即个台语内底无即个无台语无啦，就是台语大书店无收环境即个词吼。伊环文音是读环啦吼，你要读文音嘛是会使啦吼。环是所以环是白音吼。安尼我爱改掉我的印象吼，我理解可能是错误，是文音环、语音环吼。一般人讲环境是白音啦吼，手环、骹环吼，一般是安尼讲吼。乐环其实无人读文音啦吼，就是讲你讲手环、骹环的时阵，无人读文音，拢是白音吼。乐环吼。嘿，人名我都毋知吼，就是一般拢手环、骹环。其实阮阿嬷伊的名就叫做玉环、乐环啦吼，应该是读玉环。伊的名就叫做玉环，我姓德嘛，所以阮阿嬷是德玉环啊，戴玉环吼，偌宝贵的呢，我拢讲阮阿嬷偌宝贵的。好 ，OK， 转来小说家吼，啥物？手环吼，另外伊一寡铃银，搁啥？搁遐手环、银链吼，链就破链吼，破链就是项链吼，银链、银链啦吼，阮讲银链吼，互插柄无着的吼，插无柄着的吼，柄就是车跋柄，伫华语的表达是讲叫做翻找不到吼。搁有啥物讲法？华语要安怎讲？就是你入去厝内底去人敲物件吼，台语会使讲柄吼，互插柄无着的吼。当然柄意思就是甲物件反过来吼，为着要找物件吼，你甲物件甲掀倒柄安尼吼。互插柄无着的，以及厝内的番薯签吼，食过来是米吼，切麻豆物件做一个烧了吼。OK， 咱搁转来遮吼讲，以及厝内的即寡食物仔，咱搁来看者，番薯签吼，番薯签即个甜亏盘吼，就拄食吼，其实我感觉伊有时嘛是即个有即个江泉南吼。番薯签，番薯签应该是迄个漳州腔啦吼，漳州腔应该是讲我毋知影到底是漳州腔还是漳州腔会讲番薯吼，阮是讲番薯，所以我嘛毋知到底是吼。OK， 番薯、番薯、番薯吼，番薯签，签就是甲串签吼，串签，串签华语要安怎讲？我不晓讲咧，串签吼。刨丝哟，我真正不晓讲，串签吼。这个意思哦。对，所以我实在是讲不出来吼，就是番薯签就是甲番薯串签吼。
但是讲，我以为是，我叫是一款那个就甜点果糖的那个，不是叫这个。毋是，番薯签是讲甲番薯串签，但是刨丝其实含台语串签的意思都小可无解。刨丝是敢若讲一条长长的丝有无？但是签一般拢是短短啊，就咱甲牙签相款，差不多就是安尼。台语串签就是差不多遮长尔，差不多是嘿啊，就是迄个起头的长度尔。安尼一直串，甲迄个嘿嘿。迄个番薯还是菜头来串，安尼一时细条的。嘿，就是刨丝啦，讲对啦，华语是安尼讲吼，但是就是迄个番薯签无甲丝着，无甲一支长长拿牵丝啊摕到是签一支敢若牙签安尼吼，牙签棒啊，一支差不多遮尔短吼，所以番薯签就是，所以你当理解无？芭比你有迄语感无？签就是差不多。啊，就是咧讲地瓜拔丝，啊，我毋知影地瓜拔丝台语怎讲？拔丝地瓜。哦，毋是拔丝地瓜吼，完全毋是，是番薯签名，就是串签名吼。刨丝啦，吼，毋是拔丝啦，是串签啦，吼。哎呀，这。我知，我有揣到伊个解说。诶。串 CHHOA 第三声，签 CHHIA 第一声。哇！但你大书店无收串签。新闻来单独录下。文王签、菜签、菜脯签、车签、册签、签签、绝签，哦，这是绝签啊！你毋通看这个读做绝签吼，番薯签吼，哦，伊无写哦，夹签。伊无串签即个动词啦，我是用串签来讲，无即串签即个动词。好，所以番薯签，芭比你敢理解我咧讲啥？毋通误会咧。有敢知？吼，我毋知影有图通好看，我看卖有图通好看。款也晓煮囝，知影这是啥货？哦，遐煮者拢知啦。嘿哦，谁要增加个人的听？你讲有无？有无？行路啦，应该。哎呀，你讲，我知。你看伊偌济，捌听过啊？伊拢讲台语讲出来。较早阮厝吼，阮兜拢用番薯签来迄个剪番薯签啦，剪番薯就对啦，拢像安尼用剪的。啊，这就是番薯串签就是安尼。啊，阮拢剪番薯签哦，这块。串签然后就那个混那个粉水，我看过在卖的，所以它就一条一条的那个地瓜短短的叠在一起。嘿，对，迄是串签去。用粉高粉去剪嘛吼，就是煎，就是番薯签，嘿，或者是用番薯签煮糜吼，就是安尼，煮糜啦，煮糜啦吼。原来可以这样。对啊，番薯签煮糜就你伫咧外口迄早顿店啊，你卖迄个青州小菜，番薯签拢煮糜。一袋啊，敢若一袋。啊，一袋哦。啊，对啊，哈哈哈。我回来试看卖。安尼吼，迄个你毋通煮好时大吼，你即嘛差不多70岁以上的吼，你若直接，若惊甲毋敢食，我跟你讲，因拢较早食番薯大汉的，啊，可能较早迄个台湾的番薯品种吼，可能无甜无好食啦，啊，你食甲会惊你啦，逐工3顿食这无啥物饭嘛，拢食这拢，阮爸因一寡是朋友，看了番薯走若爬讲，死人无爱去食番薯啊，哈哈哈。啊，但是我最爱食番薯的啦吼。OK， 这是番薯签吼。好，
过来是米，我这个免讲啊，切，米甲切差伫倒位啊？米就是切去去壳的切，就是叫做米啊，啊无迄个外口一定壳定定的壳个伫个叫做切吼。麻我就较毋知吼，麻啦吼，豆就一般豆啊啦吼，各种豆啊吼。物件做一个烧了了吼，即个烧了了啊，拄则讲的遐，藏伫个即个竹竿仔内，手宽银链，即应该烧袂了啊吼，烧袂去啊吼，我擦柄无着诶吼，即个会使啊，但是迄食拢烧了吼。好来，我毋知即摆台顶有几个啦，我敢若看到芭比尔，莲仔嘛起来啊嘛对。吼，好，来，咱一人读一句吼，芭比莲仔。我读遍了后，芭比你读啊，过来莲仔吼。迄时厝伫倒？迄时厝伫倒？食着厝伫倒？嘿，换莲迄仔。时厝伫倒？啊，倒就是倒就是火正在烧吼，叫做倒吼。嘿，志勤一寡零银藏伫竹竿空。志勤一寡零银藏伫竹竿空。嗯。志勤一寡零嘛，零银。嘿。零银藏伫竹竿空。遐个手款。好，我做。好，加念几个吼，银链互擦，柄无着个。银链互擦，柄无着个。银链互擦，柄无着个。以及厝内的番薯签。以及厝内的番薯签。以及厝内的番薯签。番薯签。嘿，对。米、切、麻、豆，到遮。米、切、麻、豆。米、切、麻、豆。因为芭比你的切其实教无介准哦，莲仔就有啦。毋是切，是切。叶，你也先会晓念叶，叶即个音叶。嘿。对，安尼才是对的吼，切嘿。毋是切咯，嘛毋是切咯吼，是叶吼，叶切嘿。好，物件做一个烧了了。物件做一个烧了了。物件做一个烧了了。好，咱今仔日因为伤晚10分钟，咱就早搁加读10分钟啦吼。啥物要起读咯？我无日头，我无法度甲入。哦，安尼哦，来，歹势，我袂记我袂记啦。我嘛看袂到3年咧，我这就害，观众拢看袂到吼，拢变撞囝人。我拢看到足侪朋友来听我读台语。好，安尼毋通闹开就对啦。好，继续吼。外庄的人赶紧，我先甲这段先解释一遍吼。外庄的人赶紧来救吼。这个无啥物好解释吼，赶紧来救。拍死土匪几若个吼，即嘛无啥物好解释吼。拍死土匪几若个吼。芭比这讲问题，这两句。搁抢一只牛港倒转吼，牛港呢，之前有讲牛港是，我记敢若牛港，其实我嘛无介清楚牛，公牛嘛吼，叫做牛港吼。啊若母牛呢？牛母啊，牛母啦吼。牛港粗硬的公牛。
古母咧，古母的古母，敢若咧写，应该就是古吧。就是 female 啦，就是迄个英语嘛是有分的，我都袂记诶 ，ox 对，靠，我嘛，好啊。我嘛分袂清楚。好，一个古母，一个古港吼。转来小说家，牛港搁抢一只牛港倒转吼，就是外庄诶人来拍死斗相共嘛吼，来救嘛吼，拍死一个土匪，毋是一个鬼仔诶吼，搁抢一只牛港转去安尼吼。其余四只搁有四只吼，甲内底诶现银摕到无半项吼。其余四只牛牛台语诶用词叫做只吼，一只牛两只牛吼，毋是头啦吼，是只吼。其余四只牛，嘿，甲内底诶现银吼，内底应该是厝内底啦吼，内底无讲啥物内底，但是应该厝内底诶现银吼，现银就现金啦吼，摕到无半项，去互贼摕到无半项吼。所剩是遐回夫若定吼，剩啥物落来？剩回夫啦吼，剩回夫啊？啥物？歹势？几乎就是啊！你读到看？是毋是其他诶村诶？敢是一个艺术村诶？哦。几乎是倒位？你读倒位有几乎？我若无看。就是牛港倒转。哦，几乎四只，嘿嘿嘿，对。其余哦。嘿对，嘿对。嘿，几乎四只甲内底诶现银摕到无半项吼，其他是丑牛嘛，除只抢转来迄只，搁有另外四只，都摕到无半项啊，已经抢去吼。所剩剩啥物？所剩就是剩下叫做剩嘛吼。所剩是遐诶回夫若定，这回夫其实中爱一个海粉吼，回夫就是灰烬，嘿，阮讲和夫啦吼，回夫和夫吼，和夫吼，回夫有啥物？其他延伸义还是隐喻？我看一下。OK， 回夫、和夫吼、和夫吼，就是灰嘛吼。和田咧，料理人和夫这我较捌听，兄和鼎人吼，伙夫吼，和夫这有一个词你可能较毋捌听过，我来看你知无吼。这个国腔口音无共吼，所以我无介清楚伊会用对即种。安尼我可能查袂着。我先用安尼查看有，无我就用汉字查。好，伊是有和记啦吼，还是回记，还是和记？当中这是啥物？共同出资的股东啦、店员啦吼，叫做伙计嘛吼。台语内底阁有一个意思吼，是华语话吼，叫做情妇。这台语内底的用法吼，这我较早听阮爸阮母爱开讲时咧讲，我才知影原来阁有即种讲法吼。但是阮爸阮母因的发音含即个词典写无介共吼。和继母到和记吼，和继母就是小三嘛吼，到和记就是到的啥物人吼，到和记。阮爸因的发音是和记，我毋知影
查有无？咱查看觅。无。我毋知影是阮爸因读走纸去呢，还是讲超工用即个和钱来。和钱伫我细汉时阵学到的时阵是讲火钱，就是用来你夹迄个茶入去行，入去迄个灶内底行迄支长长的钳子吼，铁钳子吼，叫做和钱吼。啊，所以我细汉时讲，因来拢讲和钱。原来后来因原来的意思是讲迄个情妇啦吼，小三吼，和钱吼，或者是和钱吼。OK， 讲对遮来就看来和夫才是对吼，回夫啦。好，咱来读吼。我一句啊，剩莲仔芭比莲仔3年吼，才去数出来吼。外庄的人赶紧来救，芭比。外庄的人赶紧来救。莲仔。外庄的人赶紧来救。嘿。真的，我外庄的人赶紧来救。嘿。拍死土匪几若个？拍死土匪几若个？拍死土匪几若个？3年若方便啦吼，无方便袂要紧。尾仔就是第2句，拍死土匪。拍死土匪几若个？是。搁好，搁抢一只牛犅倒转。3年，啊毋是芭比。搁抢一只牛犅倒转。莲仔。抢一只牛犅倒转。3年若无方便，咱就来。嘿，我听请来讲你好。嘿，倒转吼。嘿。嘿，是。其余4只甲内底的现金哦，伤长啦吼，我读到遮就其余4只。我看啊，甲内底的现金。啊，对，甲读到遮吼。其余4只安尼就好。甲内底的现金。甲内底现金。来，3年后边。其余4只甲内底的现金。摕到无半项。摕到无半项。所剩是遐个回夫若定。所剩是遐个回夫若定。所剩的是遐个回夫若定。所剩是遐个回夫若定。嘿，若定是一种无各地腔口无共的讲法啦吼。有诶讲若命，有诶讲若定安尼吼。好，剩3分钟，我看即段无法度啊啦吼，咱着后回再搁继续读啊吼。今仔日读到遮吼，第8页到遮，好，感谢。歹势，我今仔日我袂记真正有时啊8点半，有时啊8点哦，真正拢会袂记诶吼。我看是毋是该8点半？好，再搁讲吼，安尼咱感谢各位，今日到遮咱来开房，感谢各位吼。好，多谢大家吼，多谢老卡各位。